天在做每一次。这也是许多 L 嘞。没办法，我帮你练习很久。你要灌注要，就会运动来了下给啊。这就是我的个人福利时间呐，选哈贡啦。我左耳真的要聋掉了。那你转一下，平均一下。哇，壳要吃进去哦，壳在盘子上的要吃光光。三，不用推，塞嘴巴。给下地陪都会撩，除了你头爆之外，你看它又冻豆呢。哎，你俩看到了，台面上的全部系我，全部都了，全部系那台面下呢？就不好说，因为你得到按到管卷呢，假使今年有得到管卷，会不会太多？不会，不会，不嫌多嘛。不嫌多。那我们心里有数了哈。福寿 Q 它电速呢？敢用新 Q 也挑衅。发射爱心是吗？当然系啊！来，让我们讲吼，你要点吼，来，大家好好期待一下了。你有买到？因为印象当中该固熟啦，甲用新 Q 啊哈，来两三年的关系吼，非常微妙哦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但是今日来宾哦，记得会组合，哎，都系安永兴。哎，唔过呢，也就打破太自家嘅刻板印象啦。先嚟分享到今日嘅评审欣赏，之前嚟分享到嘅係准秉直播。大家好，bingo，从业蛇龙应该喊走低了哈。周年嘅西龙啊。对啊。走对了哈，没有要表达的。也係多好嘅啊，客家南美人呢。好，唔過你一下哈，變做配上因性嘅謝龍介，林尋奇林師傅。大家好。剛做人家女婿沒多久。還沒啦，剛定而已啦。定啊哈。對啦。換不掉了。馬上你來分享到係啲風吹嘅沉水炸，風吹係來自桃園新埔，係人 Q 上人咯。錯。而係鼓手分享到黃美琪、鬧鐘美珍，分享兩位姐姐。大家好，好漂亮啊！魏俊杰有點名了哈，都是我們張六合的。之前有來過嗎？有哦。好，來看一下，攬住呢一片係來自性別數那個赣用到性去窮下，黃彩媛、宋藝萍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姐妹檔吧。新 Q 假樣，狂菜應該係阿姐、阿妹，謝謝。學夢，歡迎啊！你們藍隊啦啦隊超多人的，快超越我們攝影機的那邊都是。所以那後面那10台遊覽車都是你們叫的嗎？都有在紅包。可以。好，你看嘛該，你知道周圍嗎？假期，算係性波改片下貼片肉誒，那車站哪客了？家人是還有啦，可能沒有你改片下小寫咯。也失敗率很高。冇你敢做？幾水殺？你習慣唱馬改？可以啊，快辦。法版啊？你呢？假期，完了嗎？你比個法版下 Q，係嘛？那他是沒就會用米粥哎。嘿，你做啊，識拍的你做啊。所以你兩三未動過一唱歌喂，唱散歌。做得啦，我哋唱一條機係嘛？做得。好來，來唱到散歌。來，正好，來。客家風情，古到今啊，全家嘛，來咯啊，客家人哦。很厲害哦！哎，我們藍隊這邊又辦咗又冠軍呢。民國90年哦，可是打拳，太極拳哦。哇，你看那相片哦，太極拳你哦，很厲害呢。那打了太極拳打到冠軍去哦。哇，該比賽係哪種誒？全省都有，全省都有，全國的 team 哇！好啦，兩組呢，今日東都好，藍吹到風吹，全部都係清一色什麼耶？你們3位男生要好好注意咯。我們就等吃啊，等學去活累啦。還不夠嗎？我們酌量飲食，好不好？飲食控制。好了，馬上呢就來先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感情變化啊！
第一关我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厨料理的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卡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到第一關，用錢來變困難，到大家變嘛嘅呢，先來搶博籤。做嘛刚刚的小头安用天呢？因为两罐主要就系运动爱那啥给啊，沒有，这就是我的个人福利时间呐。從頭到尾我們沒有直接的共任何一趴譜呀，都在今秒考驗的動勢黑馬蓋，請開蓋啊，各位觀眾，選哈貢啦！我左耳真的要聾掉了。那你轉一下，平均一下。好了，不過有些細節還蠻重要，因為等一下哈，遊戲的重點是誰吹裝備會尬面都窮下都會搞。那你不能吃哦。我是一定要吃的。33斤啊，作為一組哦，等一下兩位負責來剁嘅蝦膏，另外3人負責來食蝦膏，其實總共係3分鐘，食到最多蝦膏嘅解除是做得讓，再多幾分。冇事，愛用你先來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，藍隊搶 QV。好，大家兩下面條先看得到吼25隻蝦膏，25隻愛到3分鐘地步都愛學槍。平常有在練嗎？都是老公播給你嘛。他有練氣功啊。哦，好了，3分鐘，等一下哦，大家是完全嚴峻專注，好不好 ？OK，第四搶開始。出嚟！哎呦，莫不斷槍啦！那個要去腸泥嗎？要去腸泥嗎？哎呀，給下公動開你耶！有牙餐，要不要去腸泥啊？因為我會浪費時間。不要，衝！哇，完了！殼要吃進去哦，殼在盤子上的要吃光光。哎，冇按簡單呢。可是我發現藍隊2位參賽者，他們手好巧哦。對。水沒有水這個東西，只有酒可以嗎？博謙，你最愛吃蝦，到目前為止口感如何？口感給鏡頭一個口感。這個蝦有甜嗎？哎，先說哦，時間到的時候要吞下去才算哦，要吞下去才算。嘴巴裡面不算吧？要吞下去當算哦。對。博謙，要先說，等一下要全部吞到去哦。不要勉強哦，吃不下。不要勉強。就頂多沒有算分而已。吞下去再。博謙不要勉強，真的不要勉強。不用回答。不要勉強。博謙不要勉強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不要回答他。來他們用戰術。新屋哪裡？不要講。還有1分鐘，還有1分鐘，可以。那T8坤都博謙愛的呢，勇敢3年他最愛的哈工都帶黑莓有潘派全部來 set。博謙形象我還是要提醒你一下。博謙，不要剛到，拜託，我們下一集還要錄，行啊夠溜，哇，真的8個踢，唔夠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了。嘴巴裡的，而家算一下咧，而家算咧係溜下來要叫妹啦啊！3、4、6、7、8、9，9隻啊！我喺仲想吞落去咧。哎，T8坤是哈公司當然辛苦。算起來應該半年不會吃了。因為佢董號是哈公。係啦，目前哦，哎呦，我嘅先接到係16隻，等一下就要看一下風吹嘅表現，來攻守交換。哦，然後馮翠呢已經就定位啊，有剛才藍隊的前車之鑑呢，示範咩前車之鑑。李貞姐提到10分鐘的時候可以開始來補充水分，讓自己更好入下咽。都在食幾多炸汁，繼續搶開始。哎呦，爆眼家咯！哎呦，明就沒爆眼家咯，你絕佳女友呢？哎呦。會品嘗哦，珍姐啊，還要講口感是？又好血糖哈，這是炒蝦還是白蝦？慢慢吞哦，不要緊張，慢慢品嘗，優雅的吃。哦，又好血嗎？油啊嘅色。應該有啦。
会腾熊吗？不是哦。那我们再来哪一段笑话？你不要讲话，美珍姐一本是美为宠上购吗？不要讲话，不用理他。三个了，啊，吃的好优雅，好漂亮哦。没问题啦，juicy 呢。妈妈，其实你可以跟你们艺萍姐聊聊关于癌那我们症、大家一起来跟他们聊聊儿童癌症的预防哈，儿童癌症的因为预防。该下是落去家己哦，可能冻痘的苗栗哦，这时常去用你们的家己嘛，就假柿子，对不对没？关系，就是可以聊聊儿童癌症的预防，还有出书啊。那假柿子怎么该不会假呢？他的发言一律有我这个，我是发言人，为什么是我一律发言啊。你没给他美珍姐所有人讲，我见专业讲到他的专业，他会忍不住了。你不用理他哦。倒数10秒钟，全部塞嘴巴哈，一斤50。哎，那出了该好的你内功灭班没有丢上来？现场的朋友麻烦哦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，啊！千万不要错过哦，那些都不重要。我告诉你，姐姐，我们已经要超过了，已经要超过了。他今天早上最后面你只要把它吞进去就好，最后面只要把3点钟，最后面你至少要吞6只。哎，3点钟你食欲有这么好？至少吞6只哈，没问题，你已经超越汤婆钱，已经超过了，很好。又痒摸痒了，倒数10秒要跟我说3，不用吞，塞嘴巴，3、4、塞一只，停下来，不要看不错咯，看不，你你算下，算下，我看伊咧缠斗啊！哎，广东夜班去赌掉呢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太赢了！是你的最爱加上我的最爱，我怎么可能有最爱跟你重叠？该不会就是我们彼此吧？哎，好浪漫哦！悲伤了。不要呕吐袋吗？不要再这样子了，姐姐已经嫁不出去。好了，可以写字吗？可以。签名，一家之主。大明星签名，你的字好丑哦。我们是几乎有吞下去耶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颁奖金还是奖品了呢？是虾壳啊！好，总算两罐吼结束咧吼，感谢天感谢地哈。目前哦，冷水食道係16隻，風水食道係15隻，所以冷水得到一副。有意啦！好，唔過你家下對一個博下講嘅高層地度，睇起來一定會當上一啲師傅有乜嘅細期考咗嚟考睇下㗎。去睇家博嘅出毅力和毅強啊，我用體温那一條線來博睇蛋片咧，好啊，先博到每階段嘅時節，賴體是跪下是咪賴下來咧？其實你家村做到毅好啊，毅強嘅，對。哎，真嘅老太講是下公冇人用詞啦，天天的病是什今天是因為要比賽嘛，哈，勇氣南吹。好，唔過今日南吹小小的小贏1分，上下來嚟看一下，今日深知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嚟老太去甲分享咯。主廚素魯菜。對啊，新嘅季當中呢，主廚除了帶來好嘅料理搞菜市界以外，最主要係都要當中還有隨堂測驗哦，故說太強認真堂認真看。先來看一下今日深知師傅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鳳梨蝦球。我最愛的。在嘅。那個下工啊，會用那個龍鳳果。哎呦，那個係紅毛丹哦，呢度咧係使那個鳳梨，絲血咧 QQ 甜甜，就像那個下工嘅 Q 咁樣樣，嚇，還有那個鳳梨嘅罐頭，哦，還有那個客家嘅鳳梨醬，還有那個腰果，好美乃滋，還有生菜，還有酥炸粉，好，然後留那個酥炸粉，撈一點水，好，3分鐘幾時可以？好，來，好，我們攪一下嚟哈。有沒有人有你是仔都要嗎？一萍姐，你說你有吃素？偶爾。就初一15。對。好，鴉片呢，本那個粉漿呢，哦，本去撈一點水，你看有較早一些咧，那種乾，然後呢撈一下，可能要乾一點比較好差不多，嘿，就差不多咧。你看按樣就出水咧。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是什麼果子？龍鳳果。龍鳳果。好，然後它會有開口，你冇這樣把個鳳梨走出來哦。冇相干啊，就幫佢炸一下就好了。
好，龙凤果抬价是狗吗？应该黑红毛丹加上中间的那个吧，对所以它的别名叫做龙凤果。哦，又溜美又凤凤，嘿，好，然后呢就放去炸，温度呢？差不多180度。哇，真的，甚至基本上很凶哎，都会骂该荤菜，它都有办法变成宰出来，而且吃起来完全一样。那牛肉面的话，你有做？下一次露营就做得做嘞。哎呦，先预告了。哎，好，容易炸，好炸都熟。像那果子啊，基本性不又水啊。嘿，那你是因为要让它哈果，就是因为它不会炸，嘿，是不是？你啊，我本期就该粉啊，本期它盆一酥酥的，姜不要出水，出水就会脱那个壳啊。哎，我现在它这样炸，让我想到那个都给台中亚式嘅栗子菱角超好吃的，佢就會好多人有聽啊。该不会，该不会。会了，好品种哦，品种哦。红队要紧张哦。谚语啊，是果子啊摆薯条，好是米盤去擺麥秸。A 係天條 ，B 係木條 ，C 係熱條。我覺得四位姐姐應該都有心裡面有答案吧？那就是決勝負就是猜拳，剪刀石頭布，猜拳嘍。好，有拳王嗎？有藍隊派誰？好，彩媛姐，媽媽，OK 了嗎？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yes！我麥個條，先麥秸。天條，天條係選 A 哦，確定啦哈。你做乜嘅？我擺個木條，你要用木條嚟種米啊。天條木條中米啊？就是木你是條做爆米香嗎？鋼種啊，鋼種係確定。確定啦哈。熱條，群熱條過剩法咧。彩媛姐，你本多少錢買？有苦難言。日頭，熱條，我的邏輯。哦，所以他選 A，再選 C 啦哈，準選因為那個結果係 B 哦。結果係 A 啦。講一下怎麼講哦？好，你要是果子啊，擺薯條嘛，是米盤擺天條，所以是水果啊，所以心目嘅樹根啊，或是盤啊，所以心目嘅天體啊，好。意思係講啊，你的感恩啊，飲水思源啊，總對唔記得忘本啊。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。知道嗎？當然知道，那信封應該張六合家族。好，下片呢，剛才呢，我就撈了個鳳梨漿啊，了個鳳梨切一下嘞，好，鳳梨切到哎呦碎碎的就做得嘞。好，了個鳳梨罐頭呢，你做得用個新鮮的嘛做得，用罐頭也可以。好，鳳梨啊切一下就做得嘞。好，等下呢就來個擺盤咯。哇，好，了個。鳳梨蝦球有一點那種海的感覺哦，這是跟艾麗兒偷來的。對，第二片呢就把那個紅毛丹炸到哎呦金黃色，哦，哎呦就做得起來嘞。溫土我不給賴夠對嗎？做得，哦。就我看起來很像花枝丸哈。又強哦。我們可不可以所以要加胡椒粉嗎？認真的看待它是素的。對呀。認真。好，第二片呢就做得來擺盤嘞。哦，按加了，所以主要就按你果粉那來鋪結束嘞。係啊，我歡迎按用不用鬆了。但調醬應該沒很重點哈。醬其實還好。那甚至如果吃燭光晚餐，就會吃個粥吧。係啊。好累哦。搶女朋友，人家係老婆，搶雞血飯還要吃個粥。生氣老婆哎。哦，鳳梨。我今天最愛吃鳳梨了。和。你沒有蝦子。你剛才吃太多了。我有答應你半年不吃。哦，好 Q。啊。做起來又強咧。大白雞做製出來哦，水太嘅優點就係講，你想要食幾多做幾太類都可以自己做。都可以，那牛排要吃幾盎司都可以。對。好，好，了解堅果，好，做得不用理它一點點。主要是點綴啦，哈。對，好，了解美乃滋。可以寫字嗎？可以。簽名。一家之主。大明星簽名。你的字好醜哦。哦，對啊，一模像啊。好，鳳梨椒。這個應該很靈魂哦。哇。好，腰果。其實主要就係鋪位時間停停呢。好，按用就好了。好，鳳梨蝦球。按用就好些咯。
好，给本你，你对从第2关开始比赛到这里都很瞎耶。不会啊，就刚前辈係識下講嘅比賽，然後係識下在一下講嘅。我有去感謝一下，佢就非常的特性，第來哦，就是百年不敢去哈貢的。我相信那個美珍姐應該也是這樣。一年啊，一年啊，安叫我，Andy 都是在場。一係在嘅，係啊。龍鳳國。嚟睇下試試看啦嗬。在哈貢啊。對啊，體質白雪咧，佢本單就係嗰種紅毛丹啊。今天又講哈貢哎。然後我覺得它的麵意做得很香，而吃起來呢，真有種是下貢嘅嗰種滿足感。有這種感覺？怎麼樣？酥脆。已經現在其實是蝦的專家了。你覺得這隻的口感怎麼辦呢？這個不用喝水就可以吞下去哦。鮮甜。鮮甜。跟剛才的蝦比起來，這個比較好吃嗎？是。這個哪裡買？哇，那個蝦在哪裡買？啊。09。我幫你做就有了。呀，幾間他做嘅呢？我知道啊，他那個材料呢？哦，材料係那個東南亞材料行做的買到。你剛才講，一般來講哦，這個紅毛丹的果子啊，它不會拿來做這樣子的料理。對，它一般都是可能沙拉，沙拉或者是做那個甜湯。好啊。那彬哥你覺得嘞？呀，老街分種哦，像貴啊，個街龍鳳果出分的多，啊破壞些哦，時間亂辣，哦又斜圖，啊地本樣樣樣，真嘅是咧當場下工嘅感覺。真見到有創意，而且食起來呢，本睇起來有一種那種錯覺，所以真見你下工嗎？哎呀，韓國大家食到吼，非常嘅滿足哦，雪米盤哦，一定愛拜甜甜，拜阿姊啊哈。因為識下工真係拜佢啦。啊，唔過等於好少少啦，睇下先鋪一下。見過我哋喺個師傅也館嘅水塘球行嘅體育館嘅 PK 賽，兩組贏下個個得到1分鼓手，真見我嚟飆起來，到底見本人哪一組做得到最杯米嘅冠軍呢？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子聽嘅題目。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家家出好菜哦，可以係兩組咁樣都帶哦，你要用乜嘅嚟拼一下？因為兩罐主要考驗係大家創意。那個百變的部分哦，等下我有只聽食材，看一下到底變出乜嘅。不過我先讓大家預告一下，是你的最愛加上我的最愛。我怎麼可能有最愛跟你重疊？該不會就是我們彼此吧？哎，好浪漫哦！悲傷哦！不要嘔吐袋嗎？不要再這樣子了，姐姐已經嫁不出去。好了，等一下窮下都開蓋的時候，大家可以先集思廣益一下。好的，好，準備好勢好，心聰明準備好勢來啊！搶開蓋，買個東西，豆腐包。哎，這個量怎麼差那麼多？應該是藍隊食量比較大。啊，豆腐包啊，睇起來想我做乜㗎？其實哦，因為豆腐包最集中看到就是炭烤店啊，刷那個醬，哇，單純炭烤而已。我先讓佢鋪過，超沒創意，鋪到素切。它就只有豆腐包。這個是必點的吧？啊，師傅來講講有實力的變化。其實咧，豆包可能應該炭烤再錘動力去對。哎，你丟過去。變化啊！哦，再錘我哋講。我們所有期待值在這裡哦。我會幫佢揀那個小番茄，用幫佢去炸過，真的串起來嗎？你吸多就會爆漿嘞，懂我是？炸過，再刷醬，刷完再對啊，炭烤得分。這個我一定要好好訪問一下。你說訪問他嗎？哎，請問您今年會多？你得到安豆冠軍啊！假使今年如得到冠軍，會不會太多？不會的，不會，不嫌多嘛？不嫌多。那我們心裡有數了哈。我所有期待值在這裡哦。我會幫佢揀那個小番茄，用幫佢去炸過，真的串起來嗎？你吸多就會爆漿嘞，懂我是？炸過，再刷醬，刷完再烤嘛？對啊，炭烤得分。最後還是沒有。哪上版？哪位上某 Q 用哎？我覺得可以裡面包棉花糖，然後再去炭烤。
再刷酱，再刷酱。再加巧克力酱。这个公食菜，我有看过吼，苗栗蛋糕就是沙非常厉害的，它是用那个摊开来之后，做平衡工像葱油饼的饼，它只是取代那个麸质，就是它不是用面粉，用豆皮来做个饼，然后里面可以包东西。 OK， 还蛮有创意。不过我们听看家的上班来，风吹吃到一个豆腐皮哈，豆包啊，你做的粥嘛，给它编发嘞。做那个肉丸子，那个豆皮肉丸，豆皮牛眼，所以豆皮会是在五倍啊，还是地倍？里面一起掺和，跟它混在一起。你看，从来没想过吧？对，没有想到它在里面呢。哦啊，今日带来安用上班的吧？菜名系嘛个？时蔬烩丸子，哇，还有呛菜呢。 强衰 Q 下来煮牛眼。好啦，风吹最杯米馆呢哈，刚才已经得到一本呢哈，生命而拜甜头。最杯米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哦，我看一下，咱们这里要看一下创意黑马改。今天那豆豆的豆腐包哈，今天要做的创意是幸福黄金卷。哦，我用马改东西都要去编法哦。豆包、哈，海带、哈，秋水梨、很油红萝卜、哈。 四季豆哦，所以这个是时蔬烩海苔啊，不是，还有创意的 miso， 这才是经典黄金卷，幸福黄金卷。好，我们要紧接着变起来了，水木一块，有信心吗？耶，他来了耶！要变他们，变他们。看起来景定又准备好嘞啦，一定会懂神奇哈。好，亮叔最近准备好些现场马上都算3、2、1，抢开始喽！莎开始。好，其实豆包真的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去那个台东池上的时候，吃那个豆包早餐呢？啊，就那个剪豆酥酥，对，揉一系列盐花的。 结果他们都没有复刻啊！哦，没有，他们如果真的把豆包下去煎了，你觉得分数会给他吗？那我们就蓝队感谢他白薯条啊！哦，现在 Lucky 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哇，这个豆包，你有包到牛眼底度啊？这都悠悠哎，也还蛮年的想法嘞。美珍姐，我们2个人一起冲啊！但是爆豆地白毒，因为骨头加梅头，因为豆包会有一个豆味，你们会再调味它吗？一点点点啦，胡椒粉点。美琴姐，你为什么一副好像要留很多手的感觉？你亲戚懒得理你。所以等一下地白毒会撩，除了又调爆之外，烤它又冻豆呢。哎，有。 你看到了台面上的全部系我，全部跟了哎，全部系。那台面下呢？就不好吃。哎，可是冲下个香菇，等下要高嘛？哎，不是，但它直接落去炒。啊，这个牛眼一听懂后生。为什么要烫娃娃菜啊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摆盘。是像美珍姐这样子的人才哦，在烫娃娃菜太大材小用了。来，你懂哦，正批哈。我帮你顾着这娃娃不？等待那叫潘总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上讲你系做饭的达人，做嘛？该莫上讲，哎，豆包是不是可以一下？你做得爆了？做得，那个炒过下香。很多像有2种某强龙的香菇哈，一种会燥的，一个鲜的哈，一个鲜的。哎，为什么要分卵青跟卵黄？等下绕强下。 哦，绕。不是说楼乱墙吗？就这样子，对，扭之后哎，对，啊乱放买哦，你可以见水不乱呐。我也带专业。客家人勤俭持家，差很多哦。那姐姐美琴姐，你系哪？我咪系新宝台。哦哟，那做嘛因为讲时间强咯。哎，我从国学人家有考嘅。 客家认证可以认证哇，味道会重散过哈，它体皮很好。哎，对。哎，我们已经要下锅了，看起来蓝队已经落后了，我们过去看他一下。等下给我多转来啊哈。来，哇，哦呦，这个我一定要好好访问一下。你说访问他吗？哎，请问您今年会飞？请问您还活着吗？刚刚冉看的是就迷中听，可是它是有那种头，就是。 它不是只是对，有黄豆有颗粒的，所以等一下，我捞鸡煎也系捞鸡
哦，这个是胸部妞，对，鸡胸肉，鸡胸肉但鸡胸肉见到哦嫩，这就是技巧了。技巧。应该冇问题哈。它有气功 No problem, no 冠军哦。你下次拿一个鸡胸肉冠军。我可以抬腿。来，要这边，要扛斗，来借过一下。好，抬。因为我们的保他是说要把你踢走。好，你真的可以让他做先从抬腿。预备起，哈，镜头一个 ending pose，预备起，嘿。我看个一萍姐给他演，人家用已经有香的呢。这个米种很蛮严走哎。哦，彩云姐你会做？本来我要做红曲酱的，带过来。因为他冠军的就是红曲比赛。对，因为未来你们又研发另外一个。哇！所以李阿姐直接讲，我会选5道盖。那个颜色，哇！小火一点。所以你看有剪那个会，等下薄都挑敷皮底度，等下够再剪的嘛。等它要剪后劈成海苔。哦。有点像韩娜苏西那样哦。Yes， 嘿。哇，一动不会学到。懂吃。薄跟4季豆蔬果水果，就很清爽。沙拉，就这样。对，你们吃的很健康哎。对，我吃自然的。对，原型食物。对，原型食物。阿姐，我们问一下哦，因为你得到安豆冠军呢，假使今年如得到冠军，会不会太多？不会的，不嫌多嘛。不嫌多。那我们心里有数了哈。哦，不嫌多。好，不嫌多。哦，等下给我多再来哈。哇哦，好漂亮哦！好漂亮这个牛眼。等下用泡的吗？嘿，用的2种粉呢？遐面粉遐太白粉，面粉平底都太白粉都我袂过。不是，等下你要分2层吗？冇，面粉平落去的。怎么解一种是5倍，一种是低倍？哦，第2的粉就会增加粘稠性。所以是哪一个的？面粉呀，面粉。它遐的太白粉都5倍，这种的可以塑形的。哦。可是如果说真的哦，比创意的工会发师傅，我这个有创意吧？你这样子有风险哦。什么？因为这样还会散。对。因为头发跟蒙染性。我们不会散啊，不是我们。哦，人家固熟的感情不会散啦。哎呀，公都重冇散啊！你留下固熟感情有蛮好呢。对呀。没办法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哦，从细叫他又会固熟哦。哇，那亲上加亲哎。你呀，该不会用特别的酱料冇咧？有啊，等下会那种的。有嘛该酱？用香油、香菇、香菇素蚝油。你留下保持啊固熟感情的风险，可能就会重散过哦。係啦，半月攤到咧啦。應該係佢從眼後糖，所以你要吐出來，等下泡過之後，หั่嚟炸，小火就那個醬燒一下，醬燒一下，可以醬燒。有裡面有醬燒。因為用油啊下泡嘅，夾下嘅地位，它會上。等下煮一些比較對，給它燒，對不對？對。等一下你要過到給有點醬燒一下，對，收汁就做得出嚟係嗎？所以等下喺度咧撞到塊機都要燒嘅醬。係。差而家冇啦，大佬。那強下手吼，賞須件，咁但係賞錢還有賞須件啊。好，那我們這邊基本上已經篤定會贏的啦。我冇聽錯。篤定會贏的，3分6分全拿。好，要有信心。好，加油咯！好。啊，這你解釋這個第一機會嫁過來之前第一機行業嗎？唔對，那知道是客家人去嫁混嗎？一聽有，是你有冇生啊？我每天在做，每天吃。這也認識到我 L 嘞。可以幫你吃，我幫你練習很久。這就是你剛剛講那個什麼蘇西，那是哈娜蘇西，蛤蟆蘇西，蛤蟆蘇西。我要。那個海苔可以來當好食嘞。他想試吃的意思，我幫你翻成白話文。哦，沒問題。他說沒有吃過海苔。啊，這個海苔很特別。你用貼片。對，它是長方形的。你想吃可以直接說，一面是霧面，一面是亮面。你要貼手機是？
好了好见的哦。我的沙拉要嘛改，要嘛改。然后你还给沙拉、水梨、秋梨美乃滋秋水梨，秋水梨、红萝卜，美乃滋。红水头、四季豆。肉，我们要放肉吗？要。哎，这海苔真的很加分哎。其实哦，该下讲了头出来，精髓就在于这个是给他素牛冻好选，对啊，主要是他孙子喜欢吃，就一定是最好吃。对，你这个答案不够减工吗？还要再煎。哎，那你需要干锅吗？要干锅。所以一平，你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医院工作，跟你说董事长特助。对。不过怎么改汉就俩就是动机或缘分什么出书再多一点哎，出书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刚生完小孩当全职妈妈，然后在母爱大爆发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可是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还很 OK。但是生第二胎就开始觉得，妈妈还是需要点自我，对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贵人帮忙，然后就开始接案子这样，对，所以就是很多妈妈就说，哎呦，你咋动强哦，可以就是去工作，所以就想说出这本书分享给很多妈妈们这样。而且一平你不是你们做懂哈嘎年哦，做懂哈嘎年，所以有嘎到哈嘎，哇，对，我们亲上加亲，亲上加亲，所以。啊，这应该是这第一机会教过落去之前第几行业吗？一定。那知道这客家人是尬混吗？一定有一定有。啊，留在感情哦，永把安好的秘诀是什么？跟张妈妈说明一下。还有张妈妈，我妈妈。那个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天下。我准冲啦，都比较妈妈从不过问哦。对，我们讲土神啊，都是这个很重要哦，张妈妈哈。让我们做真的很重要哦，让我们做自己，让他们做自己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也是因为一平一句好，答对了，我觉得答对了，这个是正确。不是平常时有开 Q 哈吗？但是 Q 哈出奇了啊。那我问一下，彩媛姐，你心 Q 中那一出料理最后是？她只要每一天。妈妈，点菜吗？我爱你哦。对，我就有东西吃了，够了。所以妈妈就会煮了。对。哎，其实你某种没有，你对这个阿妹可能都冇挺我讲出我爱你。我爱你哦，妈妈。不会。我们家小孩都会说，哎，我也会啊。对，都会说阿婆爱我爱你，阿婆我爱你。哎，他小孙子都给当毕业啊。你改叫什么名字啊 ？Q 宝。连蒙不用都海苔哦，而且他还试吃，阿婆弄给他试吃，用做包做。这是充满幸福的黄金卷的料理。对，好，那所以煎好，等下没有再有酱汁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酱汁了。好，那这边就差不多了，煎好你再摆盘。好，加油哦！谢谢。好香，这个酱是重点呢，不用烧太久吧？好。试一下味道。用就干嘛改？调油果，你提醒。调油果香油，好鲜汤，香菇水。对，香菇水是另外加。哦，听下整香菇嘅香菇水，可以加分吧？都用。可以了哈。都对。好，来。好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上桌了。哦。等下做下咧，同学他的临床题哈。嘿，对。哇。啊，刚地线又整过水嘞？有，刚才有整。演习等下做锅不用弄蛋糕吗？对，两下蒙住。好，那新人不能输哦。但我蓝队又不想输，还是我们可以直接平手？目前是手心手背呢。好，那我们去倒数了哈，加油喽！好。把声音慢点。现场马上来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啊！最杯米馆都带内部开米是卡赞掉喽。来，先本这个上台哈！小包做的编出无腔嘅料理哦，先来吃看啊！风吹嘅包到肉眼地都去嘞，好。哎，按用看见外形哦，完全唔知嘅头包喺度奶咯，超好吃 ，QQ 的，美珍大师，非常有口感，对不对？
除了牛的香味之外，那个豆香味。真的像珍珠奶茶珍珠那种口感，这么 Q。韩国哈跟我们狗该称的粉哦，有增加它炸的时候外面的那种外酥的感觉，很聪明。去拜的时间量啥，忙出店还是量啥在练。哎呦，好用心啊，师傅，你有看过吗？为了一个录影，对啊，像你脚本是早上才看，他这个菜是练了2个月了。嘿喏，我们看一下咱嘴对风吹的感受很用办。经验，经验，经验，很好吃，有吃到它里面有一些小心机吗？有细节，就是很细腻这样，嘿哈，很好吃。其实也有一点点像炸狮子头的那种。对，好吃。那个少斗地北毒哦，时间的把握跟咸跟甜的那个比例也非常的重要。谢谢你这么夸奖。毕竟张六合家族。好，实体风水之后呢，来感受一下咱嘴里片，真嘅厉害，像无菜单料理，像样幸福黄金卷，食到本大家都很疯啊。按有咩都有创意，然后那不有一些蔬菜，地都那样样，又甜又有水分啊呢，然后是。因为今日具体嘅食材係豆腐包，所以你都有让我嘅主角展现到今天非常好，它有占据这个主角的角色，戏份有7成。然后该地北毒尬了呛出来，然后口感，然后还有最重要是写得动控甜。又猛生了。我每天在做，每天吃的。这也是写得我 L 嘞。可以帮你吃，我帮你练习很久。那也是练，所以一开始的版本可能没很容易。我本来是红橘，然后又有这是就是黄金的那个豆瓣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也吃的写得我 L 嘞，可能觉得你要顺呢。不会，就是好好吃。因为阿婆做的就是最好吃，比妈妈做的好吃。那听美琴姐你做用版的，那感觉比较有层次的感觉。因为加个美乃滋啊，又有甜咪咪，又有脆，食起来个豆包有香味。对，非常厉害，感觉用心。韩国煎豆，哎呦，安好些，豆包一煎了，哇，100分变200分。哎呀，不过大家食体之后就来谈看一下师傅用办来评分喽。实在同竞争，因为头前呢1比1，真是平手给胜负哦。现在请师傅风吹抢本分数。好，4分加上加下来1分，总共係5分。好，你咱嘴还有几分哦？两下紧张的时间，最尾分数出来了，请看一下咱嘴得到几多分。平手。真嘅啦，就像。这边刚才有稍微换牌子，就还是换回2分呢。这本来上来。斌哥先公平好诶。好，迄片哦要穿1号啊，一片哦那个头棒，一开始上咯，将个梅头冇法度分去落去个地背，后背用咧酱料去做，亦不错。第二片哦去建议了要层次啊口感专一哦，这菜炒做得那个头皮不好吃的。风吹那片呢，做到东好是，其个里面个层次东好啊，适度个娃娃菜切东好是应该，冇试过按切个娃娃菜烹调过东好，做的调整应该做法就做的老那个肉丸嘛。用对比下嘞，不给它紧实嘞，外表比较圆一点，用炸起来可能会较好，一瞬那个酱汁会吸得更里面一点点。哦，你啊，南推那片嘛做的东好是，不过做的调整个地方嘞，那个豆包做的煎较酥酥一点点，里面呢就会有酱汁啊，还有切这个 Q 感，就东好是咯。是，是因为煎的时间也系油的量。肉嘅做得慢慢煎，煎到大概2面啊4面都金黄色，就做得。不错，两组呢都做得有很较好的一条地方，不过一下成绩已经出来嘅，最后面安利来颁奖喽。你看啊，就那种讲，全部 C 妹来法，一听很难分出高下，全部都是最厉害的。都係冠軍。冇錯啊，最後面成績嘅出來，兩組呢都係得到5分，恭喜先來恭喜風吹得到前藝員嘅牙彩劍咯。恭喜！好，同樣係總冠軍嘅藍翠得到係2500Q嘅牙彩劍。恭喜！
先来谈一下，算是学姐了哈。美珍姐听你拜来，礼拜来参加心得，老太车分享一下。今日我學到兩百先炸嘅丸子吼，唔會成型為軟軟吼，唔會講按扁扁按正按啲嘅，係咪啲嘅？而且還好多嘅啊，鳳梨蝦球啊，是在菜啊，係，幾味當好。韓國大家咪食到幸福嘅種假期啊。你看心肝肚紅燒，今天晚上可以不用再吃炸丸子。係咯，講哦，佢美珍姐今年來哦，其實係有3年當有心，就係加梅哦。下禮拜係廿妹嘅叫下來啊。好。係啊，恭喜哦！你平時阿妹唱歌嘅要會料理哈，禮拜天來嘛哈。係。啲秘書咧，我調辦。秘書天啦。嚟睇下分享一下參加心得。我今日非常歡喜。來到了唱完密室交流用，當然唱過沒有唱過山歌交流，你哋是密室的交流。也將第個哎呦，人做密室了，你冇空用，我們按好食，原來學起來。什麼誒，真個什麼咧？你客家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。個有唱啦，真嘅當歡喜。恭喜哦！你拜過嚟啊！人家山歌班咧，貴嘅超歌來跳下嚟教。咁冇問題啦。好，撒下來哦，訪問一下哈，今日算係，我覺得是客家界地北都哦最佳婆媳模範代表，係嘛？謝謝彩媛姐來到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嘅感想。好，首先謝謝製作單位，俾我有機會。因為我本身都挺好做美食的東西哈，謝謝製作單位給我這個機會，也謝謝2位美麗的帥哥主持人，謝謝對方的姐姐妹妹，大家互相交流，謝謝。今天大家就學到你安河的料理，我覺得這個就是水台秀佛，韓國佬一瓶強下來吊搭，用煮菜，應該是很難得的機會。對啊，一瓶。那因為平時都在上班，所以今天很難得可以跟最愛的媽媽一起來。然後媽媽真的是對我們很好，就是把我當親生女兒一樣這樣照顧。那今天用美食交友，都是夢一，然後都開心這樣子，謝謝。真正非常好啊！我喺度講吼，醫生嘅付出哦，而聽外要難為醫生嘅付出，用互相就會感情更來更好啊！他們這真的是太棒了。恭喜哦！按什麼 CV 講你客家講什麼嘢哦？做得帶本你按好嘅料理，嗰種看像天一館挑包內面做得有冇同嘅變化？也就平常食得到，也就吃荤的，你做得有家庭師傅教你做得來食，也就在菜嘅變化。係啊，參加一家自助吼，經濟非常的好高哦，但建議製作單位不要再吃蝦子了。也歡迎大家繼續來報名參加比賽，因為我有先強調了哈，不會有再瘋狂吃蝦子。好，唔是這樣，繼續來報名哦。一家之主，歡迎你聽下來到也到邊大都市，聽下來邊看下面分享廿部卡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多謝。